大家好，歡迎嚟到天匯財經嘅短線實戰課堂。我係今日嘅導師 Jason。相信在座好多位朋友仔咧炒港股都有咁嘅經歷，就係幾千隻股票咧睇到眼瞓，唔知揀邊隻好，好唔容易揾到一隻升嘅，追入去咧又即刻下高位啦。又或者揸住一隻股票咧橫盤幾個月，股價一啲都唔喐，錯晒其他行情。其實短線嘅交易咧唔係靠賭運氣，而係靠捉住個時機。精準捉住個股主升浪啟動嘅嗰一瞬間，用最短嘅時間咧賺最賺錢嘅錢，呢個交易機會。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我哋團隊用咗幾年嘅時間打磨出嚟嘅天匯新戰法一順流江。呢度戰法咧係專門針對港股嘅一個 T0 機制，融合咗量化程式同埋人工操盤嘅交易經驗，專門幫大家解決揀股難、買唔準、揸唔住三大痛點。正式開始之前咧，都會同大家去分享下我哋嘅一個鄭重嘅免責聲明。呢個咧係對每一個投資者負責嘅。課堂裡面所有內容咧都係只係單純由交易經驗同埋咧交易方法嘅分享同交流，絕對唔構成任何嘅買賣建議或者推薦投資。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聽咗今日嘅課堂咧就盲目咁落單。所有嘅歷史案例都係基於過去表現，唔代表未來一定會重現。投資有風險，入市咧需謹慎。好啦，入正題，首先搞清楚一順流江戰法到底係乜嘢？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個先機器篩選再人工揀嘅短線主升浪捕捉器。核心嘅邏輯就係6個字：先機器後人工。第一步，大家自己睇股，一日睇幾隻已經攰晒啦。咁我哋寫程式嘅量化交易咧，1秒鐘就可以跑埋晒成個港股市場，直接剔除90%以上嘅垃圾股、仙股、弱勢股，將選股嘅範圍咧由幾隻縮到幾廿隻，效率咧直接提升幾十倍。第二個就係人工再去精選，機器只可以識指標，識唔到主力嘅套路，所以我哋嘅資深操盤手咧就會教大家如何由幾隻裏面咧再精挑細選出真正主力洗盤完畢、即將突破拉升嘅高勝率嘅標的，過濾咗嗰啲主力高位又多嘅假信號。咁呢裏面咧再同大家去明確一下，我哋係主打適應港股嘅一個 T0交易機制嘅一個股票市場，因為喺 T0嘅一個交易機制可以完美匹配我哋快出快入嘅思路，今日買今日賣，即係先賺咗就走，唔使隔夜咧擔驚受怕。同埋咧呢套核心嘅邏輯可以直接搬去用美股，適配美股嘅交易規則。交易周期裡面咧嚴格控制喺1到10個交易日，我哋絕對唔參與漫長嘅一個橫盤或者咧呢個熊市，只係做呢個主升浪啟動嘅黃金周交易周期嘅個股，即小勝為大勝俾嗰啲資金咧不斷咁滾雪球。接下嚟咧就嚟到實戰環節啦。先講第一招，程式嚟到初選基本面咧，我哋會前置一啲條件嚟到做篩選。第一步一定要篩選基本面咧，因為港股同其他市場唔同，退市嘅風險咧高好多。好多朋友仔貪平買啲幾毫子嘅仙股，以為執到寶，點知第二日咧就俾人喺度大量出貨，甚至咧除牌退市，血本無歸。所以我哋會用4個先決嘅硬條件咧，將所有高風險嘅標的咧，全部擋喺門外，只係留低嗰啲真真正正識賺錢嘅優質嘅企業。呢個4個條件咧係自動會跑出嚟嘅。我哋喺交易裏面咧都缺一不可。第一，股價3到300蚊，低於3港元嘅低價股咧，退市風險高，流動性差，買入咗之後咧可能賣唔出嚟。高於300蚊嘅高價股咧，散戶嘅門檻高啦，上升嘅彈性唔夠。第二，流通市值10到500億港元，低於10億嘅細價股咧，容易被主力控盤，走勢咧毫無規律，
高於500億嘅大價股咧、大盤股咧，需要幾百億嘅資金先拉得喐，好難有短期嘅爆升。呢個區間嘅股票咧，既有活躍度，又有成長嘅彈性。第三，資產收益率 ROA 係衡量企業運用全部資產獲取利潤嘅核心。咁啊，篩選出具備核心盈利能力嘅企業，就可以用我哋嘅 ROA 10到100% 嘅一個增長率。咁啊，股票嘅回報率咧係 ROE 10% 到100%。呢兩個指標簡單嚟講咧，就係睇呢間公司係咪真係識得賺錢，而唔係靠講故事嚟吹水嘅。低於10% 嘅，咁啊話明公司運營嘅效率咧比較低，賺嘅錢咧可能都唔夠俾銀行嘅利息，我哋直接排除。咁啊，大家睇上面 PPT 篩選出嚟嘅呢啲結果咧，我哋可以組合成4個條件相加嘅時候咧，同時咧過濾風險，鎖定優質嘅資產，以及咧合理嘅估值空間，大幅幫我哋咧揀出優質股嘅概率咧會大大提高。大家睇呢上面嘅篩選嘅結果，黃醫藥、中國旺旺、毛國平啦、燕之屋呢啲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優質企業，全部都係喺入面嘅。咁呢一步走完咧，全場幾千隻股票咧就剩低唔到100隻㗎。基本面好嘅股票係咪一定會升咧？唔係，但係咧我哋可以運用第二招，就係我哋嘅技術面指標，再由呢100隻嘅股票裏面咧，再揾出已經踩油門、即將爆升嘅標的。咁技術面同樣都需要符合4個條件，並且咧必須同時滿足。第一係 EMA 升穿 EMA 48，而且咧兩線差嚟嘅一個值咧要持續擴大到3日。EMA 比普通嘅均線咧靈敏好多，短期均線上穿，中期均線咧仲要越嚟越遠，就好似車仔炒到油門越快越開，越開越快。中期嘅呢個上升嘅趨勢咧已經形成咗。保利加通道咧BB 係以24到2嘅一個通道，持續擴闊2日，通道越闊，股價嘅波動咧就越大。咁呢個就係爆升前嘅一個前奏啦。第三，當日嘅成交量大於12日均量嘅 30%， 冇量嘅上升全部都係假嘅，就好似冇油咁嘅車行唔遠。成交量放大 30% 以上咧，話明有資金入場掃貨，係真實嘅一個上升嘅信號。第四，股價單日嘅上升嘅幅度可以大於 7%， 一支 7% 以上嘅大陽線咧係主力拉升嘅最直接嘅一個標誌。一支大陽線千軍萬馬來相見，會快速咁吸引全市場嘅資金跟風盤。咁呢4個條件跌埋咧，就構成咗完成主升浪嘅啟動確認體系。假突破嘅概率咧會降到最低。大家睇呢 PPT 上面嘅幾個案例。2025年8月19號之後咧，德祥海運啦，同埋8月18號嘅京上機床中國、燕之屋都係全部滿足呢4個條件嘅。咁呢啲股票咧都係走出咗一波20%到50%嘅短線行情。到呢度機器人嘅工作就完成咗啦。咁接下來咧，成個接法最核心、最考驗功力嘅環節咧，就係人工交易精選部分啦。點解仲要人工揀呢？係因為機器識別唔到主力嘅套路，好多時候咧，主力會揀出一套短期已經升咗好多，準備派貨嘅高位股。咁呢個時候盲目跟進嘅話，就會變成接盤俠。我哋見過太多個散戶啦，睇住指標靚就衝入去，結果咧喺山頂半年都解唔到蟹，解唔到蟹。人工精選嘅第一步咧就係判斷呢個趨勢。我哋只做上升趨勢初期嘅。呢度教大家一個方法就係 A、B 段判斷法。首先睇 A 段就係前一波下跌啦。如果 A 段跌幅超過 30%，咁就話明咩咧？股票股性太弱，反彈動能唔夠，直接 pass 咗佢。然後咧睇 B 段，B 段嘅話就係依家嘅調整階段，佢有2個要求，就係第一，調整最大嘅一個幅度唔可以超過 30%；第二，調整嘅最低價一定要高於 A 段嘅最低價，形成底部提高嘅一個結構，話明成個下跌嘅趨勢已經結束，主力開始入場築底。最後面咧確認買點，
當股價放量突破 B 段嘅調整嘅最高點嘅時候咧，就係初步介入嘅信號，代表整理蓄勢結束，新嘅上升趨勢正式開啟。咁呢裏面咧都同大家去講一個超級嘅一個 tips，就係我哋用好多錢換翻嚟嘅，但一定要記住啦，千祈唔好觸碰近一個月升幅超過30%嘅標的。咁如果一隻股票一個月入面咧已經升咗30%，話明裡面有好多大量嘅獲利盤咧，隨時咧準備賣出，主力咧都可能會派貨。呢個指標就算最靚，大家都唔好去喐入咗去咧，大概率咧係接盤㗎啦。相反，如果一隻股票近一個月振幅唔大，而且咧喺底部反覆咁震盪咧，咁話明上方嘅拋盤咧已經消化得七七八八啦，形成咗穩固嘅底部。咁呢個時候再配合放量嘅突破咧，就係絕佳嘅介入嘅機會。大家睇兩個案例。首先我哋可以睇到係咩咧？A 段嘅時候咧佢嘅下跌嘅一個行情咧超過30%，咁就話明咩咧？呢個 A 段佢係屬於弱勢行情，我哋就唔可以喺呢個位置買。而 B 段咧經歷咗長期嘅橫盤之後，我哋仲觀察到 B 段裡面嘅高點同低點之間咧，佢嘅一個跌幅咧唔會超過30%，並且 A、B 段之間嘅最低點咧係一個抬高嘅，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喺 B 段行情裡面，一旦突破嘅時最高點嘅時候咧，就可以形成買點買入啦。好，睇一睇南山鋁業國際呢隻股咧，經歷咗3個月嘅震盪洗盤，獲利盤咧全部走晒啦，然後咧一支大陽燭突破之後咧升咗80%，而 IGG 呢個案例咧就係信號出現前呢隻股已經升咗40%啦。咁呢個時候就算指標再靚，我哋都堅決唔撲，唔好去喐佢，避免咧高位接盤。好啦。咁翻到呢度，我哋再嚟去判斷。判斷完趨勢，我哋仲要睇翻個股嘅一個所處嘅一個位置。核心係通過量能嘅分佈咧，睇下依家主力做到邊度。主力做一隻股票，永遠都係3部曲：吸籌、洗盤、拉升、洗盤結束。咁第一個階段啦，吸籌階段特徵係長期圍繞着一個區間咧橫盤，通常半年以上，成交量咧溫和放大。咁呢個時候主力就喺度靜雞雞吸籌碼啦，唔想俾人發現，所以股價咧唔會大升亦都唔會大跌。第二步洗盤嘅階段咧，主力吸夠籌碼之後咧，就會洗走散戶嘅呢個佢哋嘅股票。通常有2種方法。一種係無量嘅限殺，突然間掟盤，俾到散戶以為要大跌，恐慌賣出。第二種咧係放量震倉，對敲咧製造放量下跌嘅假象。但係無論邊種，股價整體跌幅都唔會太大。第三種洗盤結束，最明顯嘅信號就係成交量萎縮到地量，並且咧股價唔再創新低，跌唔落去。咁就話明成個市場咧上方嘅買盤咧已經枯竭。籌碼咧已經被洗乾淨啦，拉升隨時開始。關於吸籌週期，仲有一個關鍵就係最好到半年到1年之間。吸籌期如果點過短於半年，咁就話明咩咧？籌碼未洗乾淨，後續嘅拉升咧會有好大嘅拋壓。如果吸籌期超過1年咧，就話明主力控盤能力唔夠，自己都冇力拉。大家睇贛鋒鋰業嘅案例。底部橫盤超過1年，然後咧無量下殺打下洗盤之後咧開始對敲放量震倉，隨後咧進入主升浪。大家睇呢個喺某段行情裏面可以睇到股價咧長期圍繞住某個區間震盪半壓，長達半年以上，一般咧係吸籌階段，之後咧無量下殺。呢個咧就係打壓洗盤階段，然後再進入吸籌震倉，最後嘅一個吸籌階段啦。咁明確嘅一個介入時機咧，就喺整理完
結束之後嘅10個交易日裏面。咁呢個時候咧，股價如一支大陽燭咧突破平台壓力位之後咧，就屬於一個主升浪啦。呢個係拉升嘅初期，係利潤最豐厚、風險最低嘅一個狀態。所以我哋可以通過形態嘅一個篩選咧嚟揾到。第一種就係三角形整理啦。第二種係我哋嘅呢個弧形整理。三角形整理咧，屬於股價嘅高點越嚟越低，而低點咧越嚟越高，形成一個收斂嘅三角形。話明當雙方咧喺度反覆咁博弈，一旦放量突破上沿嘅話，爆發力極強。第二種咧就係雙睇啦，或者咧係我哋嘅呢個通過兩條平行線之間來回咁震盪。咁呢啲咧係主力最常用嘅洗盤震倉吸籌嘅一個形態。突破形態之後咧，就會進入主升浪嘅拉升。仲有弧形底整理。弧形底咧走勢非常之平滑，成交量咧會先縮後放，係長線牛股嘅啟動信號。主力咧耐心吸籌，上升嘅一個持續性咧亦都係最強嘅。喺呢個階段裏面，佢以一種下跌拉升、下跌拉升、下跌拉升不斷突破新高嘅形式咧，形成弧形底嘅整理。當然唔係所有嘅突破咧都係真突破，必須要滿足4個條件先有限。有完整嘅整理形態，突破之後咧回踩支撐唔破。第三，有連續嘅嗰個大陽燭做拉升。第四咧指標同步向好。4個條件咧同時滿足，突破概率咧會超過80%。好，最後面咧我哋會將呢套戰法形成3句話，大家一定要記住啦。一般嘅整理咧係處於一個拉升嘅一個初期整理，介入嘅時機咧就係股價完成底部整理之後向上突破嘅一個10個交易日。完整嘅呢個戰法裏面咧，我哋可以判斷佢橫盤嘅時候咧有幾長幾耐，升嘅時候就有幾高。大陽燭突破係關鍵，冇放量嘅大陽燭嘅突破咧都係假突破，千祈唔好信，一定係大陽燭有放量。之後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咩咧？技術指標同 K 線咧互相認證，匹配咧信號裡面嘅均線多頭排列，勝率最高。以上咧就係一信流江嘅全部核心內容啦。由程式嘅基本面到技術面嘅雙篩選，到人工趨勢嘅一個驗證，形成咗一套完整嘅閉環交易體系。再同大家去強調一遍啦，我哋嘅交易咧係存在一定嘅風險，任何方法咧都係有一定嘅呢個概率嘅。大家喺實戰裏面咧一定要執行紀律，做好倉位管理 ，set 好止盈止蝕，千祈唔好咧滿倉單一隻股票嚟操作，容易咧受到損失。好，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仲有咩問題，可以或者想了解最新嘅呢個實戰嘅一個內容嘅話，可以咧向我哋嘅呢個sales 同事咧嚟到反饋。多謝大家嘅收睇，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